呀呀呀呀呀呀！那看着，看着，带兵哥，好爷爷。哇，爷爷今天苹果的品质太好了。对对，快点，好。呀，爷爷都装满了，去买苹果吧。好，走。哎，再去，哎，哎，他来了吗？来了来吃苹果，一起去买苹果。爷爷，天气太冷了，去把它买衣服。好，走，大爷。爷爷，你喝酸的还是甜的？甜的，给我举2个甜的。好，哎，爷爷喝。爷爷去买衣服。好，爷爷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来看看嘛，哟，哦耶，哦，太帅了。哎呦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那个260。上吧，爷爷，你这必须要好的。走。爷爷吃不吃包子？吃羊肉，好。包子来了，哎。